享收看福起来嘅，我係唔用嗰度鄉親朋友派有談過李文谷爺娘嘅嗬，我沒有談過。不過呢，詳細一個由來係乜嘅，其實我唔多想嗬。我哋今日咧都有請到李文谷歌劇團嘅蔡秀忠團長來同我哋分享團說明。歡迎團長。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文谷歌劇團嘅團長蔡秀忠，大家好。歡迎團長。先請團長同我哋。同我介紹下，我上幾度鄉親朋友拍陸地嗬，李文谷一個講小課，尤其南埔嘅，嗬南埔客家種嘅鄉親拍陸去了解，係唔過李文谷係真叫野人嚇。李文谷本身伊係明末清初嘅秀才，一個李文谷歌劇團嘅首課曲嗬，也係提我哋差唔多4人5人年代嘅時間，提嚟南部地區嘅客家莊嘅地方，他個人閒嘅時候談書，佢都談到李文谷歌劇團，李文谷嘅首課曲，就是也係提嘅挺流行嘅東西。李文谷嘅主角係咪？有個主角。也其實也係相傳係一個以前嘅59歲嘅一個李龍林先生哦，伊頭9歲年，頭9歲年，伊爸爸係以前嘅廣東話嘅演員，伊講伊玩細時都聽伊爸爸唱我講啲李文谷嘅以前嘅唱首歌，唱我廖先生啊，廖春姑啦，廖妹妹安尼。你哋個會廖人咧？係唱我廖人嘅一個故事，伊都過來到台灣嘅時節，伊都想同樣到按唱首歌一個曲呢，來加入啲垃圾用，啲廣播時垃圾用來放鬆本他個人聽。嗰時只要4人同5人年代時，嚟呢客家地區嘅裝備呢，包括藝術，凡細時嘛唔係去彈歌，唔係真係要彈歌。藝上嗰度嗰啲後生嘅人可能會強調係。家下是冇天師哦，家冇天師，喺家路喺彈垃圾哦。我而家時代咪冇強樣，而家 podcast 佢時行啊，而家佢當然要多咗嚟彈嗰種唱冇強樣嘅垃圾嘢喎。而家都變咗千多年都唱咧而家昨天上嘅上莊富民上都同咧李永元先生賣嘅啲版權，都燒製嘅啲 CD， 而家都變睇人都看彈 CD， 對於 CD 地方嚟。回想以前的唱首歌一個曲啊，點樣內容？係以前係唱嗓聽古時候唔能都有一個連看得到嘅哦，一個歌劇團，也係用嚟形式，都會有安尼嘅團出現。李文谷歌劇團應該係算講對民國91年嘅時，啲時節嘅時代背景，如果他個人後生嘅。千唔曉得講客話，我當時嘅李高中，6個社會退休嘅高中，李勝發高中，伊都想咁樣嘅加油嚟去喚起啲客家話的種意識出來。我哋當時如果用安尼嘅方式來，如特別如做青段嘅，像講阿婆94年嘅講客話嘅時，如用青段嘛蝴蝶啦、金筆啦，都係安尼來。嚟糾正一啲後生嘅對客話的種有些的講唔錯的地方，就是慢慢的都同樣嘅大行啦。像李高中當時伊個人嘅初衷都想要同樣喚起一啲後生嘅同學生嘅，唔曉得講客，一邊人用講客話咧。成立嗰行你都參加嘅嚇？成立到91年度到我哋提做火焰村嘅村長，個李高中嘛係。係另一個火焰村，嗰是當初成立時，我係用發起人之一。嗰我哋練習嘅地方也聽我哋村嘅發動中心，我哋做練習。嗰種都係元老哦，一開始都元老。不過一開始係咩團長？唔係，但團長係李勝發高長。你喺高長自家嚟做團長啊？家下一成立，睇家己講，有幾多？垃圾藥嘅小課可以做材料，唔過嘅糖兩講嘅都會嘛，咁唔能變做戲，加又係另外一項事情嚟哦。係啊，就是當時李文谷成立時，大家有三個歌劇嘛，嗬，我哋有唱歌嘅，有跳舞，有劇嘅部分，都有3方面。可是有啲如果對愛人才都挺多。
我大有多有推广的母语老师嘛，哈，母语老师的那种，我哋都对呢地方都挖掘青岛母语资源教师啊，对来，如对孙沙伊人平常是教细人的讲学法的同时，也来我哋歌剧团地方来学习的，有表演也都会。李文谷手口片的那种轻幽默、轻风趣的那种戏曲，不大家年看的。我也过想伫团长讲，家下去做村长。啊，我也其实头的以前留洋有问团长，你的身份是多年哈？其实可能是以前的去甲工作惯的，因为工作录下迄一直爸爸妈妈以前一直拢学做的，我给他也有一段时间。周边迄个去上班，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学慢的。哦。学慢的工作其实是轻闲的一个工作，只要慢的学得好，你都工作会轻闲。都我讲，对他算数你算好，数你算，或是讲有赚到钱是别人好像囤一到，这个有那兴趣，或是都不跟大家可以一个金石堂书局啦，还有提昨天成立一个米仓艺术家社区协会，大家担任到第一年的理事长，我后来又做村长啊，可是也得种种的事情，青多年定来去做的，其实都因为透过安尼七家专业的工作，赚到钱都心有余力来做一些七家兴趣上的工作安尼。嗰种嗰做路对一条语文啊，嘅东西有兴趣係咪？都太好势，都真有兴趣。哦。可是如果像我接触到安尼像去拖屏东个太好，可是都会我去高雄文化中心去书堂安尼交响乐啦、歌剧安尼事情。哦，嗰种你本单都係，嗰種杭州嘅李高中以上會成立安尼嘅歌劇團，都會這家都講我剛來講嘅吧？係錯。哦，咁馬嘅時間做團長還是做？應該嚟講係因為18年嘅時候，實驗是4號高中都高升嘅，高升它其實這個係大家都都能成立到一個我哋東寶黑豬肉站，嚇！嗰時大家工作真無閒。而高升時其實對李文谷歌劇團係一個心態損失，他可能攏蠻哀傷的。嗰時一段時間都沉寂也差唔多有半年以上嘅時間。我到高中附近都一直看到安尼情形，有來類似都搶來講，當面一個。擔任到一個團長了，團以前李高中這種嘅帶行來攏進帶行來。不過他老實講，這個工作我係能草創嘅時間，青島我花青島時間喺這個事業上，嗰時都最先冇接一個工作。後來係因為高中附近同佢講，伊團隊因為他高中高先生，伊都表我聽下人哋何正元吼，伊都講去何志遠推跋杯。哦，係哦，用疊高門嘢。用疊高誒。門嘛嘅。門講其實當初有兩個人選，然後你講看萬年來做團長嗰時候，如伊疊高時疊到攏疊到東來，不是伊同佢講時，但是如有一些對高中是一種很深刻的一種懷念，可是當佢看到。當初看到你高中大學的基礎安好，個個點迄陣無得教，感覺真可惜。但依然記得我哋1801年的時候，應該係6月份的時間吧，6月份都擔任到一個團長的工作，都見㗎，一件10年，將近10年，係會10年咧。很夾喎。哦，唔做團長嘅時間，其實一個歌劇團都已經成立咗有10年咧。10年咧，係。哦，咁唔該可以同我講一下家下嘅榮景係用咩情形？應該講，因為李高中伊這個提咱的客家地區嘅嘢，佢千崇高嘅身份同地位，嗰時帶動一個歌劇團嘅時候，也帶了一個千好嘅。以當時時代背景嚟講，我要推行到客家話，提各個地方去
苏州、青岛政府单位啦，还有民间的团体的支持。就是当我记得我哋以前睇見我哋團名去表演的時候，最少攏40個人的表演，千多人。尤其咧表演一個師傅摸頭型球，那個整個劇係真龐大，都差唔多40個人。我當嘛成為蘇州全國的一個客家莊的體系，去邀請像到花蓮的豐濱啊，嘛嘅保利啦，都全省像沒有啲台北安尼，全部差唔多巡迴表演喺度。就是大家差唔多都每站一天都國演時去表演，就是大家佢哋嘅向心力都真好，也真多相處嘅機會，當然也真多可能學習同練習嘅時間啊。咁他就會大家都按摩行嘅吼，巡迴演出啊。而且他跟我哋咧地方嘅呈現地方，大概都士農工商都尤其青島地方係因為高中團長做過高中嘛，嗰時團地方青島先生啦，個青島地方嘅工作人員啦，學校工作人員，嗰個社會人士，攏有過我哋咧國劇團地方，嗰時大地方有40個人，而且陣容係算清台啊。有關一個李文谷國劇團員咧，韓國多嘅故事，我哋了解下聽，唔過多陣嚟節目現場。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邀請到嘅係李文谷國劇團嘅車曉忠團長。好多團長又講到講，咱咧團員其實蠻一度呢，吼有40人啥哦，吼。啊，唔過大家各行各業都有，韓國年齡層有真差有過他，大部分。以前的時尚攏係94年上，記得我地位也還算最年輕。真嘅。其實，94年差唔多40人歲，我更加到111年，經過差唔多將近20年啦。20年差唔多，我身體地位嘛差唔多算後生嘅，但是我算好嘅時地位已經差唔多有增加為5、6嘅，比我年輕，差唔多有40空些呢。銀髮族為主咩？係過離婚嘅吼。我講對。一定還是老的好啊！對，尤其在演技方面吼，已經挺熟練了。演李文谷國劇團也地位內容的時間，真的都老練，真的是老得好。一人班保持到千有這種熱情，就對演技都還蠻體存在的。可是講更加雖然。有的人年紀更來更大，但是我講你的那演技是越來越成熟了。團員的組成，大家如何做馬嘅條路嘅呢？如何退休嘅？目前來講，我退休的91年當中成立都是當年當前退休。像我哋呢，今個目前呢，執行長係以前的冠福幼稚園的副經理陳德福先生，講我哋呢副團長黃國富先生係以前對舊年退休過佢嘛，本身嘛對作詞作曲嘛挺有興趣，就是我哋地位有青島唱嘅歌嘅跳舞攏係我哋副團長去做嘅。如果先做嘅呢？對，見個個成員攏年紀過大，老闆帶攏個退休嘅。個新嘅老闆當然話喺上班，有做先生嘅。做先生嘅，問題做先生，我做保險嘅，我有啲咧一般嘅民間團體上班嘅攏有。咁係用嚟請新嘅團員咯。請團員係個算挺困難嘅事情，有新嘅團員，尤其後生嘅團員願意加入一個算非主流嘅國劇團體，算係挺困難嘅事情。嗰時我哋每一天咧，每一出去表演嘅時間，不管係睇表演、寫表演，最尾係一天咧秀出嚟講，我哋每禮拜天來練習，講我哋需要做個新嘅成員過來，尤其後生嘅嚟，啊那時都可以，我哋講每個人啊
推动了客家的文化，因为讲李文谷歌剧团体喺南部算是一个一枝独秀，最唯一有个以戏剧为主的一个表演团体。大部分大家都唱歌跳舞嘛，可是讲也係挺難得的地方。可是講我哋我挺重要嘅呼籲，他嗰啲感應我哋團體來。但我記得我哋วันที่請屏科大科研所的研究生，還蠻多的，大概有曾春春教授也蠻支持我哋李文谷歌劇團。嗰時如果講全家啲學生啊，碩士生都。指導學生都全部揀應喺定地位，喺冇揀嘅可能我話都變咗。啲功能變啦，當一種建教合作啊！但係最少要來嘅五個研究成過來，但係我喺外講到喺我哋地位團體算係最後生嘅時間，也最活力嘅時間。但是後來有一點礙於人自己本身嘅工作後生啊嘛，嗰人也變入嘅。嗰時都喺度都推出嘅，我係想他最少後生有後生嘅新嘅思維，佢有新嘅做法，尤其對我哋地位像文書作業、行政作業，也都係挺強嘅事情，像美編嘅方面咯。嗰時講當時嘅時間，本李文谷我哋團體地位帶來清大嘅朝氣啊。都像團長講嘅，你對個少有。安尼嘅戲劇嘅團體吼，咁唔能訓練到從新嘅團員，大家其實家素人嘛，唔是做過戲啊，咁用嚟訓練咯。母雞帶小雞嘅方式，像我哋會講，比如我哋天學經驗都要演嘛時間，我哋係先老嘅成員都先嚟演主要角色，個慢慢嚟，伊哋都先對配角方先嚟演。我搞一點揣摩的劇情裡邊內容、個表情、個神態、技巧方面。我哋呢見啊戲劇嘅組長都本身伊哋都挺有，伊哋呢家族本身都挺有意思，表演的那個天分，嗰時已經冇問題。係，咁要睇教會安尼上去唱角色嘅情形冇？我有啊。就是一定可能所以我覺得，所以我以為想用聽一點，睇啲大型演出時，以為想要站在個重要比講，個演出的戲份的多少，所以我比較會在意。還是有點競爭啊。對。咁戲文蠻影響咯，編劇這個。編劇其實以前的一個李高中，以前一路以高升之前一路地位青島。台本也提咧，提科研所地位也有推記載方來，係不是要等攏留下來，攏用以前的劇本寫。個挺好嘅事情都我哋去年也請到嘅後生嘅世宗，他也對客家一個戲劇地位一定會內容也挺有興趣。嗰時個以前年的寫一個阿公玩世時節的一個劇本。嗰時都我哋去年的、前年的寫，去年我哋都演出。係，不過我嗰上去底下一個李文谷小可劇噶，一個戲文應該同我哋一般現代嘅冇同樣吼，伊嘅學法應該係韓國經典、韓國舞嘅，係咪？其實李文谷係一個秀才嘛，嗬，就是佢地位其實青島嘅廖西摩嘅廖阿叔呢度青廖先生嘅度青島，也咧對白同台詞地位係青文雅，唔係講青粗俗呢種嘅青遼寧呢種嘅對白。可是講也係李文谷歌劇團地位，雖然是說提一般嘅鄉下嚟演出，但是嚟講他的伊嘅對白同台詞是非常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啊！而且其實客語能力要很好，然後又好寫出安尼嘅戲文咧吼。其實當時是係用對垃圾有得下好，利用研欣賞，伊對垃圾有得如高中都讀佢寫好了。嗰種如係個有歷史誒，真有歷史，全部都以前的劇本。咁你表演如係去哪表演？表演都同我講嘅，你高中大學時間都大概
全国的大概客家庄的文化中心都去表演过了。嗰更加的话，反正来讲，我哋前年晚去屏东的演艺厅演出过，对，就嗰其他更加目前我哋都讲，因为我哋咧执行长系以前的幼稚园的负责人，嗰已经啊，如果更加在地老化嘛，吼，青岛国强镇青岛的关怀据点，关怀据点伫尾都係想，感覺嚟想一個劇，你問過國劇那種內容伫尾係以前的的老人家，以前的晚歲時談的那種的內容對不？嗰個我哋講都屯，你問過國劇團嘅明年去到關懷據點就，去潮州、竹田、灣滿、荔浦誒，咁到伫尾18關懷據點去做演出。就做巡回表演，都來推動，都得喚起一點以前的往事，談到李文谷的手口曲的這種的回憶啊。觀眾有冇嘅回饋印象過深嘅嘛？印象最深嘅嗰個人到關懷據點的時候，去做演出時，這個老人家，你看一點，看下人哋表演時這種面孔的笑容同眼神的這種淡淡的那種，對我哋最睇完美，因為也係以前晚細時親熟的一個垃圾油的一個回憶啊，就是講對我哋最睇心嘅，可能第尾手口曲嗰時，就拿輕痛啊，係哦。其實始終係講，也係我哋最睇完美，講我哋最睇目的係講，更加都在地老化，到關懷據點本，即係老人家長者有些基本嘅好嘅心情，也係我哋最睇完美。我覺得講關懷據點可能規模會夠細模，你係做到一點鐘研究嘅去。其實我哋有歌劇團隊邊有唱歌嘅、跳舞，有歌劇，三方面，嗰時要一點鐘點樣開，可長可短，可以輕鬆嘛，可以很多小段子係咪加響落，還係咩？如果嘢係一出戲。剛開始10分鐘拖行球，一看差太快40分鐘，對不對？40分鐘都一下演係，對吧？嗰陣我哋大概一年啲我有兩個戲曲嘅表演嘅，戲曲表演大概一個係20分鐘，一個差唔多10分鐘咁嘅，咁你加上都30分鐘啦。嗰其他還有唱歌嘅在跳舞，他們跳舞又在唱歌嘅，搭配上就差唔多都30分鐘。你加上都差唔多都1點鐘。咁你一般去表演是因為人會幾多嘛？是因為演員？我哋會因為我哋表演是家都暑假時嘅，因為同我講青島係晚啲上班嘅，尤其啲學校上班嘅，嗰時我哋家都利用暑假時間，差唔多7月開始到半年大約2-3年時間去做巡迴表演，要差唔多表演一個差唔多20幾年嚟咧。難怪團長講是有幾多個人差不多。頭多團長講到4分鐘套成橋，一個係因啊再過來做嘅成戲哦。我哋了解下聽過請團長來同我哋分享。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頭多年我哋嘅來賓李文谷歌劇團嘅車曉忠團長同我哋講到，因為要做一個新戲，按到4分鐘套成橋。其實個新戲就像頭多團長講嘅，個戲文其實係好久以前都寫，很有歷史的吼。也擺上去再過來做演員係嘛嘅？因為以前呢，我哋家會針對青島當時的這種有同時事有關的安尼劇來做演出，我想也擺他哋討論那種總會來再恢復以前的傳統的這種的經典重製套成橋一團的歌唱對吧？因為而家青島人結婚也都會歌唱對吧？青島都唔記得的，我想也係青出得來的，下一台去先回味起來了解以前套成橋係用個套成橋嘅。嗰時對呀最喜歡喺度，佢擺套成橋係用嚟嘅 show 安尼。係貴嘅歌唱地方用嚟縫繡，所以最重要個地方個
个精彩地方，因为伫咧讲司机啊，也得地方地方，讲司机鸟展现到的客家人对一个历史文化一个尊重，个系咱客家文化嘅亲文化亲闹嘅地方。哦，故说就迄也地方其实有几多咱客家经典呢，也的文化啊、语言啊，综合入体地方安尼。哦，咁也最起路创作都讲有40分钟安尼。哦，嗰通用嘅不管咧道具也好，嗰语言也好，真多。嗰服裝嘛，真個考究一下，就是也係所以嘅對我哋來講經驗，所以國泰一個考驗，因為青島以前嘅老闆帶人攏見啊攏冇出嘅，我是見青島新嘅呈現地方，再來學習一個戲劇嘅演出嘅上也係一個對我哋來講係真大挑戰啦。哦，對，也對劇團咪係一個新的里程碑嚇，因為雖然 Q A 戲，唔過可能。工作人員演員冇咁樣，新一台嘅，甚至都冇有睇過冇看過。哦，嗰時我哋更加都將以前嘅片都不一定看，先慢慢嚟看，我哋更加從我哋感情面都要呈現出來，要呈現輕快樂嘅，像做媒人婆啦，做形容嘅啦，做形容講我哋要呈現出家呢種演出嘅一個技巧地方。哦，咁經費對哪類呢？蠻好嘅地方，如果我哋更加執行咗，真的不欣賞伊請我寫計劃案，我想我去投錢，我也請感謝講客委會明年我哋寫明年嘅演出計劃是一定要補助我哋，我哋都除了客委會嘅補助以外，我哋還可以對縣政府、鄉公所，甚至地方嘅民意代表投一些錢，像也一年也都經費差唔多。需要用到30-40萬，可是明年他個年都上的用啊，上用都30-40萬真係幾上呢？真上啊！演實場佢要嚟訓練的呢。哇！咁大家其實也冇乜嘅演員費也得啦，嗬，如果一些車馬費嘅。我哋甚至請的歌唱先生，嗰個有請的舞蹈先生，嗰個戲曲嘅先生，從我請過嘅費用。我哋每週呢，這個團員冇要出錢。哦，睇個按有心嘅嗬，這個要出錢很耐安尼。如果也係對這個來講，人生地方嘅真好學習啦。你邊可以學到讓唱歌嘅，讓去演戲，講也係對人生地方也真豐富、真精彩嘅地方。團長頭都也有講到講，其實你能做唔單槍關懷據點啊，還有沙企嘅發通中心，你能還做到演藝堂。係。哦，幾怕係唔能請多請嗰種規格清好嘅表演場地。我想也係我哋離生快高中我哋前一位團長，伊生前都留下來一個眼光，都講一團李文姑歌劇團嘅戲劇嘅內容，也客家文化按好戲劇嘅地方嘅呈現，到國家劇院去，也係個全台眼光。我想當然。我哋也真努力去從事我哋嘅演戲一方面技巧，等於我哋不跟啲道具啦、服裝嚟都慢慢的去充實啲個設備啊的，就是真難得，如果前年那些輸到屏東演藝廳，我講也算是南部嘅國家劇院嘅啦，對，也真高興、真欣慰，如果我哋做咗。小一步，他當我哋啲高中嘅眼光。佢睇下去上到個舞台做戲，唔係跳到哪唔得。就是我哋地方青島都是素人演員嘛，人第一擺去到演藝廳地方，做呢緊張，係看有後台化妝時陣都很興奮，我都甚至於在我哋地方嘅為什麼嘅，而為什麼喲？我會講下，如果講下，如嘉文。做我哋客家興趣，嗰時會學講客話。伊講而家真正一整日，一禮拜少人到啊。你講做戲也算可以做戲，做之前。因為我哋之前有啲彩排嘛，彩排前都所以他可能都挺緊張，可能很太以前小舞台應該變大舞台，我這種嘅規格同走位啊都非常的嚴謹。嗰時團以前呢。
表演的方式，个强手，个随性的方式是完全无同样的，就是咧感觉到很新奇啊。也有安尼的经验嘛，相信对于团众来讲，咩係很强的强心针吼，可以继续安尼做下去。上体啊，嗰陣嘛，真希望你自家先充實自家能力，我想德不孤必有鄰嘛，只要我哋好啊，去採地做好自家工作，我想落尾個好嘅，像不管是國家級嘅也好，中央級嘅，慢慢看到我哋成我哋也可以去到個好舞台嚟呈現俾大家看，我想最主要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啊，团众睇下嘅团會二十年咧，啊帶團變團眾也有會10年嘅哦。啊，你睇下嘅團研究下來，你敢唔講點解你帶團真困難係難？那講人哋嘅團嘅經營哦，需要老幹跟新資。老幹會凋零，新資而來更難。可是我哋挺希望講，當然除了精進我哋老幹的那個以前咧用我帶新人過來。先希望新人挖掘到是新人，俾一個國劇團慢慢地再繼續經營下落去，延續下落去。新人的部分係因為困難的地方。對你嚟講，每一個部分都講，畢竟要他跟你都會都是素人嘛，都是業餘的，去搞工作。可是講，其實他跟你無要團，他跟你向心力凝聚強下來。也係審美帶頭嘅最困難的部分。你一下訓練係能每禮拜要見幾多擺啊？見100，最少100。下陣你開始都係200，因為我哋要俾到新的劇，嗰個關懷據點嘅演出都一禮拜200。都等於係暗部頭。暗當部頭8點嘅時間，因為要等大家下班咧，下班吃飽飯，有啲你做新 Q 啊，去做好菜，本他給你設的，能可以出來了。就暗部頭大家試看下，不過安尼時間綁上來，大家咩佢熟嘅呢吼，清楚冇錯。我他們咯，他給你太熟啊，我都佢難要求嘅咩？係，真難要。我有，他給你清楚誒。但是我因為是細嘅事情，他感覺又唔爽快。因為都我從錄ខា人嚟啦，嗬。嗰陣講也係我除了平常做演出以外，最大工作都要同他哋溝通啊。常常有發生受口角的時候，我要同安慰的，我要本他哋幫腔下，也係我講也係我最大工作。要同他哋本他哋腔下，輕快樂、輕高興的腔下可以做演出，因為也係對於我哋一度算係一些年紀，你係清代工作。係哦，其實有人可能會想講，兩頭人我帶頭做事情，其實下擺佢種男嘅唔係做事情嗬，係人嘅部分嗬，大家要強講起來唔咩？因為大家個性又冇共樣啊，猜疑嘅事情咪冇共樣，嗰個親男咧可能係一部分。伊佢是一個李文古國劇團，喺邊度愛傳揚客話嘛，團眾安尼觀察下來啊，唔能咧嗰種都會變唔能團嘅宗旨，行係冇變嘛，不過會有一些化學效應冇共樣。你講以前的時代畢竟可能他可能要講下話講難嗬，也係講冇習慣。但是而家慢慢的，唔會差不多，希望政府慢慢的給推行母語教學，就是他可能個習慣講下話，要講下話反而更加唔咩嘅人。而要推廣那個客家話，目前算已經算目標算有達到小小的一個目標。我剛好有進步誒。可是我哋講按照個強化我哋嘅戲劇的演出，個團一個焦點，幫我聽我哋嚟講我哋按照做嘅歌劇團嘅一個團嘅一個宗旨，按照做好演出，也係變目前我哋嘅一個主要嘅目標之一咧。就是講，他講你，嗰時我哋會唱不僅係歌唱欣賞、舞蹈欣賞，而且還會唱戲劇欣賞。韓國專業嘅。對，個專業嘅。可是我以前的路，先要求他跟你講，我哋還是要回歸一個專業一個歌劇團的一個表演形式風格。咁有乜嘅計劃嚇，一個展望啊，希望變到樣嘅？
人家讲希望係有，但我哋可以請專業嘅師生來教我哋。但是我哋個太問題都討講，一個我哋成員全部係業餘嘅，唔係專業嘅人。我發現個時間上，他個人真難配合。我無法度講做個長區段個專業訓練，也係我哋目前讀到個太問題，嗰是一個問題造成我哋目前都可能。在演出的專業度來講，還是目前太突破，目前太突破。可是講我哋因為同幫新人，然後呢朝向個專業嘅表演的團體來講，也係我哋目前去克服一個問題。祝福團長是得團務昌隆。感謝今日的分享，感謝。好，感謝主持人也辛苦來到我哋福氣來。好，多謝非常感謝團長。